各位標迷你哋好啊！見到呢三隻錶啊，都係方方地啦。原來啊，除咗 Mido 啦、海鷗有電視機手錶之外咧，原來新加坡小眾牌子啊 Fireman 啊都有啊。佢呢個系列咧就叫 VI， 讀落咧就係 V， 即係好似 TV。同埋推出嘅時候，亦都係 Fireman第6年做錶，咪所以 VI 羅馬數字咯。40mm 錶徑啊，9mm 厚或者薄，真係幾薄厚喎。45mm 錶耳去錶耳，打側俾大家睇下，你就知佢真係好薄下喎。同埋 VI 咧，亦都係 Vintage 啊復古嘅頭兩個英文字母，所以呢個名真係覺得非常之好啊。12時位置冇個 Fireman 嘅 logo 啦，而係喺咧最底嗰度啊，6時位置啊。咁我校緊時間啦，有小秒針設計啦，小秒針盤咧亦都有60啦，同埋30嘅中文字。其實咧佢係用瑞士嘅 ETA 或者 Perso 嘅7001手上鏈機芯，係咪即刻再高級啲啊？咁啊有雙按鈕啦、蝴蝶扣，咁亦都咧做透底俾大家見到嘅呢個手上鏈嘅機芯。咁啊呢隻錶咧亦都有50米嘅防水性能。咁成隻錶都係不鏽鋼啦、不鏽鋼帶啦，同埋個錶面啊亦都係銀色啦，所以都好統一嘅設計啊。但係上個7寸嘅手腕，40mm 錶徑啦，但係8至9mm 薄嘅，所以真係非常之舒服啦，好纖薄。仲有呢個版本啊，哇！唔單止小秒針盤啊，12個小時刻度都係用中文字，仲係用咧Onyx 啊瑪瑙石面㗎，哇！所以咧呢個黑色啊真係與別不同啊，哇！呢隻咧我非常之中意啊，好多中文字喺錶面啊，咁啊仲有呢一隻咧，哇！呢一次咧唔係阿拉伯數字啊，係阿拉伯嘅字母啊喺個錶面度啊。特首咧喺2024年啊咪提倡咧的士司機學多啲阿拉伯文啊嘛，哇！呢隻佢一定好中意。我相信，哇！而家咧3隻俾大家睇下，左手邊係銀色嘅阿拉伯數字版本啦，中間就係瑪瑙面嘅中文字版本，仲有右手邊阿拉伯字母嘅版本，仲係咧 Founders Edition。之前都講過啦，其實 Fireman 嘅創辦人係非常中意綠色嘅，所以綠色面咧就係創辦人嘅特別版嚟嘅。咁啊，有興趣都可以去到尖沙咀嘅 RM 啊私人時間嗰度啊睇下呢啲手錶。咁呢啲錶咧全部都係用手上鏈嘅瑞士機芯啦。咁而家咧定價就大概10,000港元左右嘅。咁 Onyx 嘅版本咧就貴少少嘅，都唔係貴好多，都係差唔多啦。總之1萬鬆啲嘅價錢啦。大家去到 RM 啊，同老闆話睇緊呢個 channel， 一定會多少少優惠嘅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新加坡其實係一個國際大城市啦，文化嘅大熔爐嚟㗎。咁所以咧，又見到漢字啊、英文啊，跟住仲有阿拉伯文咧，真係非常之匹配啊！唔知大家中意邊一隻版本多啲咧？我而家真係好中意中間嗰隻瑪瑙面啊，非常之正啊！希望大家都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啦，拜拜。